报道。咱国内诈骗案件真严重，敢若伫台北、新北甲树林这3个地检署，检察官手头新的案件内底有1/3拢是咧办诈骗案件。第一线检察官就批评讲，即马人头口罩一大堆，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拢无咧管，造成诈骗集团遮尔长手。金管会、数位部甲 NCC 嘛无咧管理。查甫人烧烧苹果，环境地边埋伏，追对方的一举一动。将车手甲监控手掠起来，个人因为假投资被骗，即摆个人为进入银行找头路，被控假做诈骗车手。一开始老板给我那个 ERP 系统，教我一些怎么操作，这样子入库存啊，干嘛的。居家上班做大概快2个礼拜后，就被请帮忙去跑货款。面试着头路看起来正正常，蔡小姐无怀疑。有时阵指派协助并交汇款，暗过经手这钱，全部拢是骗来钱，单位都是诈骗集团。所以强调，唔知影意愿互检方起诉，诈骗犯行到检察官批评，开户伤过简单，凊彩卖底济，引发人头笑话的乱象。我觉得说一定要列黑名单，黑名单列出来以后。有些人最严重的是禁止一定期间内开新户，甚至呢，他一生在这个期间内，他就总数只能持有1个账户。人头小户列比说，10多年来，以上20多万人。新北地检署检察长阁表示，中国信托银行是诈骗案用户。以上统计数据，中信银涉案警示户头超过3成，比其他银行较悬。诈骗一段乱源，检方也将目标指向第三方支付，因为开价无限制，造成虚假账号暴量，个人变相无立管，也挑用加密货币犯罪。陆方金管会、司法部推责无作为，就连 NCC 也被点名，国内5大电信提供予中国人士办邮门号100万机，按过今年1月到3月只有2万多人来台湾，显示有97万机是无正常的用途。除了从修法方面来进行修法之外，事实上我们也希望整个优化整个检察官在侦办这类案件的办案的环境。检察官会生气，因为敢若是台北、新北甲树林地检署新修案件当中，诈骗案都占1/3，代替其他案件侦办能量。精选检察官划写各机关检讨协调，打造国家队动起来，为源头来扫除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在地